大家好，我係 Emily，歡迎你收睇英國生活快報。今日係4月1號星期三，一齊去了解今日英國最值得你知道嘅幾件事同天氣。NHS 爆煲邊緣，司紀賢48小時最後通牒，醫生罷工隨時爆發。涉港間諜案突爆死亡謎團，前英軍被告倒斃公園，全英震驚。戰雲壓境，英國急派簽兵入中東，隨時捲入衝突。平價房變財務黑洞，服務費狂飆，住戶被迫撤退。垃圾新例，全面開殺，調錯即中招，全英嚴打升級。政壇權力大轉移，綠黨撬走工會資金，工黨地基震動。根據 Met Office 最新天氣趨勢預測，今日英國天氣會進入較為多變模式。英國大部分地區以多雲同驟雨為主，西部同北部地區雨勢會較頻密，東南部就相對有機會見到短暫陽光。氣溫方面，日間9度至15度，夜晚3度至7度。南部會稍為暖啲，但北部同蘇格蘭會明顯偏涼。風速方面，屬於中等至偏強風，約15至30公里。沿海同高地地區風勢更強。天氣會一日多變，早上可能有陽光，下晝就轉雨，仲會有陣風，體感溫度會再低。NHS 醫生罷工倒數，司紀賢48小時最後通牒。英國醫療系統再陷危機，醫生罷工持續升溫，政府同工會正面對峙，隨時全面爆發。根據 The Guardian Live、ITV News 同 Sky News 最新報導，首相司紀賢已經向住院醫生發出48小時最後通牒，要求即刻撤回原定下星期嘅罷工行動，否則政府可能撤回現有談判安排，局勢急速惡化。事件核心係薪酬爭議仍然未解決，醫生工會要求補償過去10幾年實際薪酬下跌，只由2008年至今，實質收入已經下跌超過25%。但政府立場仍然強硬，只願意提供分階段加薪，而唔接受一次過大幅補償。雙方分歧極大嘅同時間，NHS 壓力已經逼近極限嘅。急症室輪候時間持續上升，手術積壓人數超過700萬宗個案，多間醫院已經要延遲非緊急治療嘅。如果罷工繼續，醫療服務隨時再大規模受影響，甚至影響癌症、心臟病等關鍵治療嘅。有分析指出，今次唔單止係工潮，更加係英國醫療制度長期資源不足嘅象徵爆發。司紀賢政府今次強硬出手，一方面想控制財政開支，另一方面亦都要避免 NHS 全面失控啦。但問題係，如果醫生唔讓步，政府又唔讓步，呢場僵局可能仲有排拖落去。涉港間諜案突死亡，被告倒斃公園。大家以為只係一宗普通案件，但今日英國爆出一單震撼消息，一名涉及香港情報案嘅被告竟然被發現死喺公園入邊，事件即刻升級成全國關注焦點。根據 BBC News 今日報道，一名37歲男子 Matthew Trickett 曾經係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成員，早前被控協助香港情報機構從事監視活動。案件喺2024年已經正式提出指控，而喺2026年3月，佢被發現倒斃喺 Berkshire 梅登克德一個公園，警方隨即封鎖現場展開調查。報道指出 Trickett 同另外2名男子早前一齊被起訴，涉嫌違反英國國安相關法律。案件一度被形容為涉及外國情報活動嘅重大案件之一，不過案件仍然未審結，而被告竟然喺案件進行期間離奇身亡，令整件事變得更加敏感同複雜。警方表示，目前案件仍然屬於死因未明調查階段，
暫時未有證據顯示涉及他殺，但會繼續進行法醫同詳細調查。而英國傳媒亦都指出，呢宗案件牽涉國安、外交同情報層面，後續發展極可能再升級，由一宗本來已經敏感嘅涉港情報案，變成一單關鍵被告突然死亡事件，背後究竟發生咩事，暫時仍然係一個未解之謎。戰雲壓境，英國急派遷兵入中東。中東局勢再度升溫，英國突然加速軍事部署，戰雲味越嚟越濃。根據 The Guardian 最新報導，英國國防部已經向海灣地區增派部隊，總兵力提升至大約1000人，應對區內潛在衝突風險。今次部署主要集中喺保護英國喺中東嘅軍事基地、航運安全以及支援盟友行動，包括皇家海軍戰艦持續巡航、空軍戰機進駐區內基地、地面部隊加強防衛能力。背後原因係近期中東局勢持續緊張，包括伊朗同西方關係惡化，以及區內衝突升級風險增加，令國際航道安全受威脅。有軍事分析指出，英國目前喺中東嘅部署已經屬於近年較高水平之一，反映政府對局勢判斷明顯轉向高度戒備。國防部強調呢次行動主要係預防性部署啊，並唔係即時參戰，但同時承認局勢變化可以非常快。英國已經做好準備啦，一旦局勢升級，可以即時應對。平價房變財務黑洞，服務費狂飆，住戶被迫撤退。買咗平價房屋，以為上車成功，而家竟然變成被迫搬走嘅開始。根據 The Guardian 最新報導呢，英格蘭多個共享產權 shared ownership 住戶正面對服務費瘋狂上升，部分人甚至出現供樓供唔起，被迫離開家園嘅危機。呢類平價房屋本身設計係幫市民以較低成本上車，但問題係住戶除咗供按揭，仲要支付管理費同服務費。而家最大問題係服務費近年出現大幅上升，有住戶反映連服務費由幾百磅升到幾千磅，部分個案升幅超過50%甚至更高，每月負擔大幅增加。成本包括大廈維修、保安、保險、公共設施管理，但問題係住戶幾乎冇權控制呢啲費用。有人直言，本來係幫你上車，最後變成財務陷阱。多個住戶團體已經要求政府介入，希望設立上限或者加強監管，避免費用失控。咁專家指出，如果問題持續呢，將會影響成個英國平價房屋政策信心。垃圾新例全面開殺，掉錯即中招，全英嚴打升級。大家平時掉垃圾可能一路都係差唔多就算，但係由今日開始，英格蘭正式唔再係咁。如果你仲係乜都一袋過，之後真係隨時越掉越亂，越分越煩。據英國政府同 The Guardian 報導，英格蘭嘅 Simpler Recycling 新規已經喺2026年3月31號正式生效。新制度要求各地收集垃圾時要更清晰分開幾大類啊，包括食物同園藝廚餘啊、紙同卡啦、其他乾式可回收物，例如膠啦、金屬啦、玻璃啦、飲品盒啦，同埋一般不可回收垃圾。而且呢個要求係適用於一般住宅，連 flats 同 communal properties 都包括在內。今次最大改變之一呢，就係大部分家庭都要有每星期免費食物廚餘收集。官方指獨立收集食物垃圾之後，可以送去做 anaerobic digestion， 即係轉化成再生能源同生物肥料，唔使再掉去堆填區。因為食物垃圾一旦喺堆填區腐化，會釋放甲烷，而甲烷對氣候暖化嘅破壞力比二氧化碳高超過80倍。
政府仲話英格蘭回收率已經停滯喺大約44%幾年，明顯落後於威爾斯大約57%，所以今次就係想結束你個區一套我個區一套嘅混亂情況。目標係到2035年將 municipal recycling rate 提高到65%。不過 The Guardian 亦都提到，部分 councils 仍然有過渡安排，未必全部食物垃圾收集都即日完全同步。簡單講呢，今日開始英格蘭掉垃圾真係唔再可以靠估，你住嗰區點分啦，用幾多個桶啦，食物垃圾點收啊？之後一定要睇清楚自己 council 最新通知。政壇權力大轉移，綠黨撬走工會資金，工黨地基震動。英國政壇出現新變局，綠黨竟然直接向工黨金主出手搶支持。根據 BBC News 同 The Guardian 最新報導，英國綠黨副黨魁 Zac Polanski 近日向多個工會發表演講，公開呼籲工會停止資助工黨，轉而支持綠黨。呢個動作震動非常大，因為長期以嚟，工會一直係工黨最重要嘅資金來源同政治基礎。數據顯示，工會資助喺工黨整體資金入邊佔有相當重要比例，每年涉及資金高達數百萬鎊規模。Zac Polanski 就指出啦，現時工黨政策已經偏離基層勞工利益，未有真正代表工人階層，而綠黨反而更關注公共服務、社會公平、環境同就業並重。佢更直接表示，工會資金應該投向真正為工人發聲嘅政黨。分析指出咧，如果有大型工會轉軚，將會動搖工黨長期政治根基，甚至影響未來大選格局。不過咧，亦都有聲音認為咧，工會同工黨關係深厚，要短期內大規模轉向並唔容易。喺英國生活，每日都有好多事發生，邊啲先同你有關？新聞資訊太多，英國生活快報專為我哋香港人而設。每日精選英國重點資訊同天氣，廣東話配音，仲有粵語字幕。由超市優惠、交通、新聞到政策變動，我哋幫你精挑細選。我係 Chloe， 我係 Emily， 每日同你一齊掌握英國大小事。星期一至六，每朝7點準時出片。訂閱英國生活快報，用廣東話開始你嘅英國一日。另設專題解碼，星期六精選推出。有趣議題、複雜事件，清晰拆解。好，以上就係今日嘅英國生活快報。如果你覺得呢類英國即日新聞、生活資訊對你有用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開啟通知。我哋每日用最短時間陪你了解英國正在發生嘅事。我係 Emily，聽日英國生活快報再見。